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潮 channel。咁今日咧就嚟到呢一個 Chronoart 克洛斯嘅總部啦。咁有啲咩嘢介紹俾大家咧？咁就當然係手錶啦。咁嚟緊就係呢一個馬年啦。咁啊，祝大家馬到功成，做任何事咧啲事事順利。好啦，咁我哋過嚟睇下呢一啲而家想介紹嘅有啲乜嘢錶款係今年我哋最新想推介嘅。嗱，咁而家呢一度有好多唔同嘅 Chronoart 嘅一啲計時碼錶啦。咁相信大家之前都有睇過㗎啦。嗱，咁但係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講嘅最新推出嘅呢一個駿馬圖錶盤啦。嗱，咁主要咧佢哋自己本身主打就當然係呢一個碳纖維殼啦。咁我哋見到佢嘅碳纖維殼嘅每個壓紋咧，其實都係獨一無二嘅，因為佢哋每一次壓出嚟嘅紋路咧都係好唔同。咁包括埋呢一個錶底啦，亦都係非常之唔同嘅。而呢一個錶盤咧就係今年佢哋最新推出嘅。咁我哋再見到呢一個駿馬圖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咧，咁就接拼埋一齊，咁就慢慢變成咗一個駿馬。首先我哋嚟講下呢一款飛鴻駿影嘅設計係點會出現呢？咁就要講翻喺中國傳統嘅繪畫藝術中咧，水墨繪畫係中國一個歷史最好表達嘅文字圖案。嗱，咁而呢一位繪畫嘅大師咧，個名就叫做徐飛鴻，咁亦都係中國近代嘅著名畫家，亦都享有中國近代嘅繪畫之父嘅美譽。咁而佢對馬嘅水墨繪畫當中咧，都有一份執着，佢甚至乎係深入細緻咁研究，成就咗佢而家喺畫壇以奔馬為題材嘅畫作嘅地位。而八駿圖就係徐飛鴻最著名嘅作品之一。而 Chronoart 克洛斯今次咧就以立體嘅主義結構東方駿馬之魂咁擺放咗喺呢一個錶盤上邊，而駿馬就由幾何顏色接拼而成，咁巧妙融入咗朱砂啦、石青、螢椰子不同嘅中國傳統顏色，咁就變幻出呼應飛之畫彩交錯，亦承載住鴻字，即係鴻運當頭，與現代嘅東西美學融合，定格咗呢一個駿馬奔馳之影。咁亦都係克洛斯設計團隊對東方色彩哲學同埋呢一個機械製錶工藝融貫一齊啦。而今次克洛斯就利用咗徐飛鴻嘅畫作，再加上現代嘅設計上邊咧，就利用咗呢一個彩色駿馬圖去表達意義，可以千變萬化。咁喺2026年就係馬年啦。Chronoart 都好特別，為呢一款咧就做出一個限量版199隻。咁9字當中就係中國人一個好嘅彩頭，即係代表住長長久久。咁我哋佩戴手錶有時候都好講一啲意頭嘅。嗱，咁而駿馬圖咧就係代表住大家做任何事都能夠馬到功成，龍馬精神，金馬玉堂，依馬輕肥，一馬當先，或者係伯樂相馬等等好多如意吉祥嘅意思。咁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乜嘢係關於馬字嘅祝賀語呢？咁都歡迎可以留言俾我。咁而手錶嘅直徑咧就係42mm，動力儲存42小時，震頻就係28800。咁如果大家係已經擁有咗一啲傳統嘅馬年手錶，又想揾一啲與潮流並進現代嘅駿馬錶嘅話咧，嗱，咁 Chronoart 克洛斯呢一款嘅199嘅特別限量版咧就可以馬上預訂啦。嗱，咁而佢呢一個錶帶咧就係用咗航海嘅帆布啦，然之後再配合翻呢一個小牛皮喺呢一個背部嘅。咁啱啱戴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少少叫做硬嘅。咁當你戴耐咗之後，戴咗一段時間咧，佢就會比較軟熟翻啦。咁同埋一樣嘢啦，就係好多客人咧可能都會問啊，其實佢呢一個魔術貼咁樣戴咧，好似好難咁喎。咁其實唔難嘅，只緊要係你習慣咗咧就 O K 噶啦。嗱，咁而家我戴一次俾大家睇，咁就係咁樣。當你一個人戴嘅時候咧，你就簡單咁樣夾住啦，你隻手咁樣穿過去咧，其實你咁樣再拉再黐翻埋咧，就已經係可以戴到成隻手錶噶啦，係非常之快嘅。咁再除翻去就咁樣除咧，就已經係除咗出嚟噶啦，係非常之簡單。咁除咗呢一隻駿馬圖我哋今日想介紹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嘅一啲酒桶型碳纖維殼咧，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咁我哋下一集咧再介紹其他嘅款式，關於 Chronoart 嘅有啲唔同嘅新款咧推出俾大家咧，咁就記得留意啦。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